我家己一个人的日子过6年去，也无啥物人会使真正甲我开讲。一直到6年前，有一摆飞行机伫沙哈拉沙漠歹去，有啥物物件卡伫我的引擎内底，因为我毋捌带师傅，嘛毋捌载别人，我着爱家己一个猛试看卖。遐歹修理，毋知影创会好势无。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件拼生死的大代志。我剩的水，敢若有够啉8工尔尔。头一暝，我伫偏僻的沙漠中困去，4箍连长拢无半个人影。我比跋落海浮伫竹排仔顶悬的人搁较孤单。透早天拄光的时阵，去互一个足细的声音甲我吵精神。恁免想嘛知影我有偌惊吓。伊讲：“请你画一只羊仔互我。”啥货？画一只羊仔互我。我掣一个煞摇起来，亲像去互雷整着。我甲目睭热热看后斟酌，见到一个足古锥的囡仔人掠我紧紧看。这就是我落尾画伊的上水的一张相。毋过我画的当然无伊本人遐好看。这袂当怪我。自6岁的时阵，大人甲我想要做画家的志愿破冷水了后，我就无搁咧学画图啊。除了会晓画看会着腹肚内，甲看袂着腹肚内饮蛇尔尔。我惊甲目睭闭合开开，斟酌看即个人影。毋通袂记得，我迄个所在4箍位仔无半个人大。毋过即个囡仔人看起来敢若毋是找无路，嘛无像忝甲要死，也是枵甲要死，阁无像会喙焦，也是惊吓。伊看来完全毋是伫世界无半个人大的沙漠内茫无路的囡仔人的款。加载尾仔我会当讲话啊！我甲问讲：“你是伫遐咧创啥？”伊轻声细细，阁甲我问一摆，袂输伫咧讲足重要的代志。拜托一个，画一只羊仔囝互我。代志若是伤过神秘，咱就无法度无去遵守。4箍位仔无半个人，又阁有性命危险。虽然感觉安尼做实在真好笑，我嘛是为裤袋仔摕出一张纸甲一支笔。毋过，我想着家己敢若读过地理、历史、数学甲文法，所以就甲伊讲我袂晓画图。想着就真无爽快。伊应讲：“无要紧，画一只羊仔互我。”因为我毋捌画过羊仔，我敢若会当画家己会晓画2种图的其中一款互伊，就是腹肚大大圈的饮蛇。听到即个囡仔人甲我印的话，我感觉足意外的。无啊，无啊！我无爱饮蛇腹肚内的枪，饮蛇夭寿危险。枪如果伤过粗重，阮兜内底足细。我敢若爱一只羊仔，画一只羊仔互我。我着画啊，伊看甲足斟酌的，佮讲：“无啊，一只病甲真严重，搁画一只。”我搁画啊，我心内微微啊笑，有小可欢喜。你家己看有真，这毋是羊仔囝，是一只羊公，伊发觉了。我又搁定画，甲头前几张共款，这张伊嘛是讲袂使。这只伤老，我要爱一只活较久啊！我已经无耐性啊，因为足赶紧要开始来甲我的眼睛绑掉。这张图我着凊彩画画咧。
我甲讲，这是一个阿爸，你要爱的样仔伫咧内底。想袂到我这个囡仔平心煞来喙笑目笑。这拄啊好，是我想要爱的。你看这只羊啊，敢会食足侪草啊？为什么安尼问啊？因为我大的迄位足细。哎，草啊一定有够伊食的。我画互你的样仔哦，足细只的。伊头起起看着迄张图，嘛毋免遐尼细只，你看，伊困去啊。我就是安尼，才来甲小王子熟识的。